你有冇諗過，你呢班喺出邊打10次 Pico 都未清，但我哋有可能打1、2次已經搞掂啦。又或者你不斷揾名醫，打咗幾年都打唔甩，甚至唔好彩越打越嚴重添。如果你遇到啲咁棘手色斑，你都唔需要絕望嘅，因為我哋專門處理啲咁棘手嘅個案嘅，而且仲有大量嘅成功例證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姜博士，Ladumas 光學中心嘅創辦人。點解作為一個香港咁先進嘅城市，要揾一間真正專業打斑中心都咁難呢？因為香港根本冇一套真正培養光學專才嘅制度嘅。如果你唔信，你試下去問10間中心啦，問我係咩班，10間有可能嘅答案都係唔一樣啊。但我哋專業打斑第一步就係要準確分析色斑啊，之後先知道用咩儀器，準確對症問題，針對性處理。但係而家市面上大部分中心咧，唔理你咩斑，都係用 Pico 皮秒或者係1064納米激光打嘅。原因並唔係呢啲激光最有效啊，係因為呢啲激光嘅操作門檻低啊，搞一陣間就識操作㗎。但你知唔知我哋 Ladumas 最常用嘅去斑光學儀器咧，並唔係坊間常用嘅 Pico 皮秒或者係1064納米激光啊，而係用毫秒。點解出邊咁少人講毫秒嘅咧？因為操作毫秒技術門檻極高啊，好少行內人真正識用㗎。我哋呢本小冊子背後記錄住我哋一個又一個嘅真實故事，有唔少嘅客人喺出邊用盡方法，打到絕望，以為冇得救咯。直到揾到我哋，先見到有轉機，希望重現。你會發現呢本小冊子裏邊大部分嘅案例根本唔係靠 Pico 皮秒或者係1064納秒明顯改善呢斑嘅，就算連最簡單嘅着斑曬斑都好啦，我哋一次已經接近清晒啦，都唔係用 Pico 嘅，大部分主要係用毫秒嘅。我多年前已經開始組織自己嘅光學團隊，一路以嚟我哋堅持對光學技術嘅專注、熱誠同埋執着做好每一個細節，即係為咗唔想辜負每一個客人對我哋嘅信任啊！如果大家有色斑嘅煩惱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做一個免費皮膚分析。